感谢伊真咱继续来看行政院经济发展委员会头一场的经济顾问会议，今仔举行。前台积电的董事长刘德英是专工对美国转来咱台湾演讲，伊讲对公司的经营来看国家的经济发展。行政院长杜英泰是表示讲，台湾面对全球快速变化的政治和经济的局势，就要创新经济，才有法度来迎接未来的挑战。 前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特别为美国回来参加行政院经济发展委员会所举办的经济顾问会议，伊会为公司经营看国家的经济发展发表20分钟的专题演讲。台湾的市场非常小，一开始不以世界为市场的话，你的公司迟早就会限制。台湾很多公司。 限制住。在这摆的顾问会议中，主持相关学界等代表除了讨论安怎将台湾的优势发展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未来政府要加速推动伫 AI 各类型产业的应用，希望会当让台湾走向创新经济，滚向台湾，甲包容成长的方向前进。行政院长杜英代表是面临快速变化的全球政经局势，台湾若要创新经济，除了发展高科技、团产甲中小企业也真重要。 我们要把传承跟中小微企业帮助他们，也能够进入到近邻跟数位转型的双轴转型时代。所以，我们训练更多的 AI 人才进去协助他们。我们会从中小企业的多元振兴方案当中，让他们得到政府更多政策以及实际上的协助。 借助这个 AI 或者这个智能工具的制造也是中小企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这个 AI 的议题也是我们中小企业怎么样来转型的重点。营养减工问题，未来安怎运用 AI 技术补足欠工，在顾问会议中也是讨论的重点。毋望透过数字顾问意见，让台湾经济搁开创新局。记者综合报道。